大人，这也香，可以不用了吧？用吧，为你当教事是。恩师大人，我生的乃是司马平啊，司马平。哦，谁有所思，也有所梦啊！哦，司马平，司马平。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哦，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恩师大人，这是孟丽君北京寺庙的一幅字画墙。哦，这是孟丽君的字画墙，那我都要仔细的看上一看。恩师大人，请看。画得好，画得好啊！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的好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，像他有意当作不一样，我有心在把心画讲。是
外在是关于家女，你叫我是何去得风？八人寒气即将满，期末犹豫在蹉跎。你啥再把事情误，你不认输，我认输。你啥再不负其人，我定当你不听话你问。
情。曾经苦逼往奔走。
他，是我刚才冒犯死他，带来亲人。并你不该得罪蒋牛公，这是我们亲情之地，但请蒋牛公回避为好。不，有这一定要当面请人夸夸开门。并你救病复发，不能开门，你快回去吧。此次告辞了。除了星星涌现之外，行当齐全，流派纷呈，也是几届越剧大赛的一个特色。小生、花旦、老生、老旦、丑角儿，人才辈出，可见当时越剧舞台的繁荣和兴盛。见
何妨？我有话要与你说你。哦。什么话？哎呀，哦，对，得啦。多亏你提供线索，见师傅上门手上拿下了三飞印，招人归天为娘，美籍为地他上。美籍哪一个？不知道啊，喏，这一把他上的孙子。哦。委屈吧，我委屈有什么用？一心希望。
方向咱前来前来喏，亲。殿下，夫人对你可回来了，奥利维亚她答应我的结婚了吗？是的，殿下，我的小姐非但没有答应殿下的结婚，而且连他们也不让我进去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小姐为了悼念刚刚死去的哥哥，她要在7年里面蒙上面目，像修女一样，再也不进过客人了。奥利维亚，你有着一颗多么善良和真挚的心啊！为了往昔学校中不算他，心生此事心中从来是心有心痛，他痴心总能为我生死斗。小姐连见也不愿意见我怎么能再娶殿下结婚呢？现在你就会想办法进过去吗？殿下，我的门外就是大人不让我的小姐就是不让我进去。
不要再走远了。现在我真希望谁也不要来打扰我，让我到自身竞争，来的相思之中。启禀殿下，黑敖顺长求见。哪个黑敖顺长？他就是伊利利亚本地人，他曾经接陛下讲述过航海故事的。可是现在我不想听航海的故事。他是有要事求见。你叫他进来吧。哦，黑敖顺长向天下最忠心的记忆。亲爱的船长，久违了。我听过你许多的航海故事，今天又是给我讲航海的故事吗？哦，不，殿下，我是求殿下收了一个异乡客里来的落难青年。哦，殿下，他是我船上的乘客，虽然我们的船遭了风暴，船沉没了，他也无家可归了。真是个可怜的人啊！哦，你叫他进来让我看看。是殿下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谢萨里奥。哦，谢萨里奥，你秀美的神态多么像个女孩子啊！她本来就是女孩子嘛。公家父母当其时，几岁去，长臂眼睛少年才人，他原是含辛的苦一对，他不是终身之人，真是人，只可惜。是上帝把你造成为一个女人，这怕是比将亲过友情啊！人，谢三六，我一看见你就十分喜欢你，你就留在我的腹中吧。多谢殿下，我愿意在殿下的腹中当一名侍童。做事？哦，那太委屈你了。见听从情。
李大理哦，我真希望一个聪明伶俐、能言善辩的特使。特使做什么？你为我不结婚上去求婚。让我为你去求婚？我爱上了女伯爵奥利维亚，可是她掩饰逃离，却冷在冰上。我几次求婚都遭到了拒绝，看来只有你去，也许我的求婚才会有希望。你须心在父子太年轻，我虽天苦辣不伤心，如今留在年月深，那日里尚需待他，夜晚来醉在身影，张目看见他俏模样，必问他娇嗔那声。我花间会芳名，若下你中意，是此时定为一人，怕着怕到日好梦爱人。年轻人，想不到你竟是此一猎人。要是我的爱人也能像你一样，那我将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殿下，你的爱人他将非得为什么依恋于你？漂亮的年轻人，但愿是你所言。哦，来吧，去快快为我所重情的人陪下的你的，明天你将带着他们前去不结不结婚。殿下，你一定要
去救婚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意犹未尽的话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经典回眸，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